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1到12节，士师记第5章12到21节，约翰一书第5章13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恒的生命。追求更长久的生命似乎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的追求目标，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都有这样的历史记载。那每一个人都也盼望说，我可以多活几年。那在历史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秦国的秦始皇啊，秦始皇。他想要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甚至呢，他不惜派出了超过的1000人去求取长生不老之术。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想象的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方法。的历史可以证明的哈。可简单的或是更明白的说，生命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改变的。即使我们现在说现代医学科学都非常进步的这个时代也许可以帮助治病了哈。那使人的生命好像可以延长一点点，生命的品质好一些些，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真正的生命。在讨论永恒生命的议题上面，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如何去追求。根据圣经的观点，永恒所说的并不是指肉体。创世纪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提醒与思考。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属世的就是短暂的，就是尘土。上帝为了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因而用了泥土捏了人形，然后将他的灵吹入了这个泥土人身上，使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再来，我们要思考的是，永恒的上帝，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他是习在，他是今在，他是永远存在的上帝。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并不以肉体存在，除了耶稣基督。虽然世人看不到他，但上帝却是存在，并且仍然继续看顾带领。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那一位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上帝是个神，敬畏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是个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面，在乎的是上帝所赐的灵，而不是那个躯体肉身。这也正是约翰所注意的焦点。我们从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约翰这样提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非常关注这个得永生这件事情。
他也告诉我们得永生的方式，就是凡若接受上帝独生子的，都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也是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5章所要告诉我们的。约翰说，我写这些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他更进一步的说，基督徒应当要倚靠的是上帝。14节、15节他这样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相对就是死亡。那圣经的观点呢，在最终的刑罚就是死。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倚靠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说，若有人看见弟兄或姐妹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应该向上帝祈求，上帝会赐生命给他们。这里讲到罪跟赐生命啊。接下去圣经又说，这是指那一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说的。但是有些罪会导致死亡，我认为你们不必要为这罪祈求。一切不义的行为都是罪，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使那邪恶者不能加害于他们。我们知道，虽然全世界都处在邪恶者的辖制下，我们仍属于上帝。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好使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就是他在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就是真神，就是永恒的生命。孩子啊，你们要远离假神。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如同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我们要靠着上帝，我们要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如同彼得也这样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彼得的讲道内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也非常明白地提到，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永恒上帝所赐下唯一的救恩，我们必须要靠着他来得救，得永恒的生命。在4世纪今天的经文，底波拉所依靠的就是上帝同在与保守，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全副军装。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敌人强大的势力，如同撒旦一样的势力，我们才不会被诱惑，才不会跌倒。追求永恒，千万记得方向不要搞错了。比如说民间宗教的方式，它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入永恒，只能够带我们进入地藏王阴间的管辖。
我们不是靠偶像，我们更不能靠蛮力，我们要靠主得胜得永生。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6篇第1到12节。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啊，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求你记得我，拯救我。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我们都作孽作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时不明白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屡次向他们显现的慈爱，他们竟然在红海背叛了全能者。然而，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大能，仍然照应许拯救了他们。他斥责红海，海水立刻干固。他带领他的子民走过去，像走旱地。他救他们脱离厌恶他们的人，他从仇敌手中救他们出来。但海水淹没了仇敌，没有一个人逃脱。于是他的子民相信他的应许，他们歌唱颂赞他。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追求真正的救恩，不靠我们的蛮力，不靠人所刻的这个偶像假神，只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